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这件是假啊要修理着雅士，其实是来骗钱的。一个男子自称是雅士公司的人员，讲要来修理雅士，讲这个雅士漏气都要换零件，佮讲要收现金2900块。这住户感觉怪怪，无爱付钱，讲会找其他的人来修理。这个男子才怎离开？讲最近是流行这种的诈骗的手法。这个雅士公司讲，因若要检收到雅士的管线，拢会寄通知单，而且这个费用会合并伫个后一期的小单做伙来收，袂来收现金，请民众唔通互骗去。我都等来啊，你要负责啊。查甫人假做雅士公司的人员，入去民众的客家修理雅士的管线，佮爱民众开钱换零件，双方冤家袂收煞。这是我伊甲伊的代志。唔是啊，这叫你换迄个符号，我做烦恼啊。你都唔是正牌公司，换迄个钱要甲你保钱啦。警方一直咧考劝，查甫人佮要求住户爱付钱，嫌啊连警察拢看袂落。你若要告？你这个是讲恐吓票啦？唔是恐吓，我这定住。你走啊拼的啦，莫啊紧啊！就是凭这张假通知单，查甫人进入病体。昨下晡，树林另外一间病体嘛着这，查甫人换设备出入，共骗讲雅士漏气，要求换开关。住户认为讲钱唔是问题，严格讲算生鲜要换到同齐换。查甫人说讲换这就好，佮干那收现金尔。住户感觉无对同，要家己找公司来换，查甫人才离开。会使啊，但是你这个费用你寄公司啊，拢嘛安尼，伊讲无啦，阮这个吼，伊讲这个有保险。这有终身保险，以后你换一次，以后都全部不用钱。公司的官方网站写甲1清二楚，要检查修理的注明地址、用户名字加检查时间，佮会有公司的标志。要参像假的同款，个人资料方面拢无清不楚。雅士公司卖伫民众通话语音中加强宣导。除需更换器材零件费用，并入下期瓦斯费账单。现场一律不收现金。一般雅士管线检查修理2年一摆，有一寡本身会借这个机会共骗，民众的辛苦钱互骗去以外，都惊使用到来路不明的商品，会造成其他危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